大家好，我哋係大星組。OK， 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咧，係做啲超越人體嘅節目啦。係喎，有冇節目嘅？會嘅。節目先生。字幕啊！字幕咧？地球有七種族，外星人都有七種族，而佢哋仲要將呢個罪行排喺防船嗰度，最有點係要我打字幕。哇！何傑漏表2號喺節目期間嚴重鳩噏，令到字幕先生我費事打字幕。神家漏表1號喺拍攝期間對其他組員行使暴力3個字，太漏表 Chris 力惡若不禁風，弱質纖纖，諧星最弱男。20冇特色。18阿叔樣外表嚴重拉高諧星組年齡。肥頭中央肥胖，佔鏡頭太多位，太可愛啦，所以唔識揸機。呢班諧星人咁多種，所以我字幕先生就要替天行道，要你哋自相殘殺。由而家開始，你哋每個人有3條命，因用唔同嘅挑戰減少或者增加點數。而呢個計劃就叫做諧星打擂台。今次嘅挑戰係踩舞。睇舞啊！呢度哇！我睇舞真係好啊！上次做乜你火拳大師？大師，等先，有講未？你邊個？你聽冇咪？我咪18咯。我係18。係咪？佢過嚟做咩啊？啱啊！你班友品嘅隊冧你哋好耐，話俾你聽，成日曲機啊！你識啊？嗰個啊？係啊，有名有姓啊，多謝晒啊！醫生又係啊，成日落屌啊，話俾你啊！先至有啲輸啊！名冇俾人搶走，就輸。你唔睇咯，講晒佢落講你知咯。我話俾你聽，落屌。我哋幫你做低佢先，好唔好？嚟咯，係咪？我嚟啊！好。嚟啊！係。冷靜啲。我要捉佢啊！你點解你唔捉佢？邊個出手啦嚇？出隻鉗！喂啊！啊！打咗我知嘅啦。咁可唔可以整第一份見啊？我已經有。可以。冇得嘅。贏咗！勁高手 ，Chris 出局。哦，有呢個，未輸有，得返3個。快啲啊！呢個環節，好快啊！走。佢仲有時間，借到頭。你行開，邊係要打我？我公平嘅遊戲，公平未啊？有冇氣啊？喺度。單對單，哦。埋牆啦！好，認真啦！打佢一條，你打嚟做咩？二世加油！二世加油！冇人會理你㗎。
投降射門，衝過嗰邊，好難贏啊！呢個原本諗住贏嗰個陳嘅，好厲害啊！真係，不過最後真係輸咗。一啲霸氣都冇，你呢個唔會太謙虛啊！小肥就話佢自己謙虛，出到6年都成個新人咁樣樣。你記住啊！好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傻仔，你班傻仔！啊，仲俾我贏，今次耶！好弱啊！好弱！我頭先好啲啊，可唔可以唔好咁？喂，有女啊，有女啊！係啦，啤酒我又中過啦。去正啲唔該你。嗱，大家睇先嗰啲衫咧，hold 住，我有少少飆出嚟喎。唔係，我哋畫啲嘢啊！我有少少唔明，點解力王明明關佢事，但係佢喺側邊，好似佢要受咁樣樣。你叫先啊！